现代台语版圣经民数记第14章，以色列人埋怨，全会众就出声埋怨。迄暝因拢啼哭，以色列人埋怨摩西甲阿伦，对因讲：可袂得阮死伫埃及，可袂得死踮伫即个旷野。上主若要带阮来到遮，互阮互人杀死，某囝嘛互人掠去，阮倒去埃及敢无较好？因互相讲来讲去，咱着选一个首领，带咱倒去埃及。摩西甲阿伦拍落伫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，探查迄个地的人中间，伦的囝约书亚甲耶夫尼的囝加勒拆裂因的衫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讲：阮探查经过的地是真肥搁水的地，上主若意爱咱，就会带咱入去迄个地，将迄个老年甲密的地赏赐咱。毋过，恁毋通背叛上主，嘛毋免惊迄所在的人，因会互咱吞灭。甲因保庇的拢已经离开，上主甲咱同在，毋免惊因。全体会众讲要用石头甲因钉死。迄时，上主的荣光伫会幕对所有以色列人显现。摩西为人民祈祷，上主对摩西讲：这子民藐视我，要到佇时，我伫因中间行遐济新业，因到佇时才会信我。我要用瘟疫拍因，互因袂当承接即个家业。毋过我要互你成做大国，比因较强盛。摩西对上主讲：你若安尼做，埃及人一定会知，因为你捌用你的权能带这个人民对埃及出来。埃及人会对这所在的住民讲这个事，这所在的住民嘛已经知。上主你甲这个人民同在，你的魂伫因的顶面，伫迄中间，你对因显现，互因亲目看见。日是用云条，暝是用火条引带因。当你拿一个手杀死这个人民，遐会听见你的名声的列国会讲。因为上主袂当将即个人民带入去，伊对因立誓应允的地，就伫旷野甲因凿灭。当求我的主照你所应允的，显出你的大权能。你捌讲，上主无快受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甲罪过，一定袂甲有罪判做无罪，要追究人的罪，对爸到囝到三四代。求你照你的大慈爱，赦免即个人民的罪孽，亲像你对带因出埃及到呾，常常赦免因共款。上主讲：我要照你的话赦免因，毋过我记我的话命，甲我充满全地荣光立誓。这人虽然有看见我的荣光，阁看见我伫埃及甲旷野行过的新业，要试探我10遍，毋听趁我的命令，所以因一定袂当看到我对因的列祖立誓应允的地。所有藐视我的，拢袂当看到。毋过我的仆人加勒，我要带伊入去伊行过的地，伊的后代嘛要得到迄个地做家业，因为伊有甲别人无共款的心志，专心跟缀我。明仔载恁着转方向，对红海一路去旷野，因为阿玛力人甲迦南人住伫山谷。上主刑罚以色列人，上主阁对摩西甲阿伦讲：这个歹的会众对我发怨言，要到佇时，以色列人对我的怨言，我拢有听见。着甲因讲，上主讲：我记我的话命立誓，我要照恁所讲的怨言对待恁。恁的心思会倒伫即个旷野，恁中间有定律20岁以上对我发怨言的人，一定袂当入去我立誓应允要互因徛起的地。只有耶夫尼的囝加勒甲伦的囝约书亚才会当入去。毋过恁所得想会互人掠去的囡仔，我要带因入去，因会得到恁所去杀迄个地。恁的心思会倒伫即个旷野，
恁的囝儿会带伫旷野流浪40年，担当恁无忠实的罪，直到恁伫旷野完全消灭。恁探查迄个地的日子共40日，一年拄一日，恁就对恁犯的罪孽付出代价40年，恁就知反对我的结果是安怎。我上主已经讲，我要安尼对待所有自执对伫我的歹会众，因要伫即个旷野消失，死伫遮。摩西派去探查迄个地的人，倒转来报迄所在的歹消息，直到全会众对摩西发怨言。遐报歹消息的人，拢拄着瘟疫，死伫上主的面前。去探查迄所在的人中间，只有伦的囝约书亚甲耶夫尼的囝加勒还活着。头一遍进攻迦南。摩西将这话甲以色列众人讲，人民真悲伤。因透早起来，上去山顶讲：阮有犯罪，当阮伫遮，阮要上去上主应允阮的地。摩西讲：恁若要违背上帝的命令，恁安尼做袂成功，毋通去，因为上主无甲恁同在，恐惊恁互对敌拍败。亚玛力人甲迦南人拢伫恁的头前，恁会死伫因的刀下，因为恁无缀上主，所以上主无要甲恁同在。因坚持要上山头，毋过上主的约柜甲摩西无出营地，对安尼，亚玛力人甲住伫山巒的迦南人，拢落来攻击因，甲因拍败，甲因赶到何利玛。